你今日摕2条加2个哦。这不是加2个啦。鉛筆盒啊？鉛筆盒是啥？铅筆盒啊？哦，嘛唔是。你看清楚。貨櫃哦。貨櫃，啊，講到貨櫃吼，是啥物社市的特別風景？海港啊，就是海港啊。海港、北港、台中港、高雄港、嘉南港啊。哦。係啊。啊，4個港，要去倒位？要去倒一個？我有講到吧？你有講到？我有講到。你有1/4的機會。安尼哦。無嘉南港好啊啦。你約家人吼，我嘛唔知呢，今仔日到底要去倒位呢？啊，真正我有着。哇，你就搞呢？嘉南港。嘉南港啊，嘉南啊，貨櫃是這個城市足特別的風景。這個城市足水啊，有山有水。暗時的時陣，麻葉的飛啊飛，個暗暝的時陣，你上愛的？山林啦，山林一下，佮食小食啦。是天光的時陣呢，嘛是有早頓，足好食的美食的。佮啉咖啡啊。對，攏有。你有熟吼？有山有，我定拢嘛去。你去我甲你講，你著要坐火車用行路的。你來倒咱嗎？我是。你有熟嗎？你若講這，我敢若會使啦。家人你上熟啊？卡本我嘛是老啦。老師應該甲我走咧。歹勢啊！你。大家好，我今仔日是今仔日的导览先生吼，今仔日呢要为大家介绍我今仔日的气盛小队的队员。我伫遮队长伫遮。气盛无啦，我气盛小队的，我无要导览啦。哎啦，我真啦，大宝啊，真啊，紧咯。嘿嘿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来。今仔上山落海，这派王爷上山落海。是哦，足够呢。这食山食海。食山食海，真好，拢真好。看伊闪闪的，伊足够食呢。大宝今仔看起来无啥共呢。一定是无共款啊，因为毕竟吼，咱即摆导览先是第3句啊，所以我有传这个乌米阿给来啦。这物件那人来的好。来这里。哎呦，这厉害，这厉害。新专辑就对啦。对。哦。伊摕到金钟奖了后，就出专辑。对，这题咧，就是我这5年来伫台湾的外景的时阵啊，出一届外景，写一条歌，当作日记安尼。扣咧，一张专辑就做了啊。你看，伊这内底有讲元帅，有，佮有讲，歹势，我这字用啊小写字，你帮我读。我帮你讲，元帅啦。佮有。啊。元乐。啊，佮有。极道，对吧？极道是平湖。全台湾行透透。每一条歌拢是台湾一个所在呢。对，所以琉球。所以这张唱片就叫做随行。随行。对。我希望有一天你会使徛咧遐。你讲徛遮哦？不是徛遮啦，你徛遮要创，你即摆要创嘛？想讲新年头，你即摆你着奖袂使，你即摆着奖袂使呢？无啦，想讲新年头你邀请我去迄位，我哪会来？你讲换新，敢会叫人看见你？真好，感谢啦。我是讲徛遐，做导览先生，哪讲哪唱歌。哦，安尼会使哦。系啊，哪学的共款，小海位啊，唱的，就在等你啊！门口底下唱，你就该去等。哎呦，是讲吼，安尼吼，遮尼济所在，无咱先评判一下，请伊唱一条来。好势，我当然嘛好势。你即马会使徛遮。来哟。咱今日要传。咱坐。我坐哈。
咱今日要带大家来熟悉这个所在，就是全台湾人上爱的神明妈祖。哦。时间到，咱都行行行，为心所爱的人苦行一段。沿路有满腹的感谢，为伊流一滴汗。时间到，咱都行行行，为心所爱的人付出一寡。永远是妈祖的囡仔，予伊惜命命，咱继续行。哎呀，听到拢起鸡母皮啊！所以咱今仔日咧要遇到咱计缀着咱妈祖无行，咱邀请哦，咱好请咱有空，叫有会规咱要来听啦。唔是啊，唔是要聊天。我想我徛伫迄位，我徛到舒适咧，迄位好徛呢。你当我这柜徛了咧，我这柜敢若徛了都会使。就想要串会呢。想的咧，一来我就看伊眼神无共。哦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啊，你的团哦，你的乐团叫做台客电力公司，是。甲我今仔日的导览神师同款。哦。伊嘛是台客。哦。嘛是台客哦，啊，全台湾的代志伊上了解。伊上爱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？为细汉拢是好奇宝宝，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伊因为问到足侪为什么，写做一本册。为什么写一本册？对。哦。这我有印象哦，我细汉敢若有读过10万的为什么？应该不是咧吧？不是啊，我这30年前的册啊。今仔日伊要带大家来食美食，啊，讲美食后壁的故事。哦。嘿，咱来欢迎我的畅销作家为什么先生欧啊先生。哦。哇！欧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准备好啊未？我准备好啊。好哦，咱来有考核画一个。好，为什么先生带你走找迷人的城市？伫遮有山有海有美食。哇！今仔日有查你的册吼。嘿，我有查我的册来，这个册名叫做《台湾无讲你唔知影》。嘿，我要送互两位主持人。啊，长辈先。安尼，谢谢。长辈先。安说啦，因为我册袂甲伤好啊，无会啊，歹势啦。意思是讲我唱片卖了伤歹。你做我开始卖啊，我这册已经卖足久。嘿，伊卖真久啊。嘿。啊无这本送你好啊。不要紧，我有话你有话。老师请坐。欢迎啊！台湾无讲，你唔知内底拢是为啥？这趣味呢？趣味吼。你讲哦，啊，我问你，你捌注意过迄个7-Eleven你入去有无？迄门骹口伊顶悬有迄个新悬的，伊迄个数，你有看到无？我知。有无？啊，每一个数字拢无共色。对。你知影迄要创啥无？我足巧的呢。你知？即摆要讲啥物，我拢也唔知，你就已经知迄个。所以你嘛无注意到对无？我即摆咧想讲，你即摆讲的是对一个物件。你看这。哦。伊只相关啊！你看到伊个150、160、170、180、190，是安那？你去买物件，伊搁甲你扭你的心肝。迄是装潢袂记你拆的啦。啊你咧？要掠歹人。掠歹人？哼，那像人抢劫啊，伊撞喙就看伊偌悬。哈？看心管，当时看伊偌悬，你这是啥物想法啦？啊，警察掠人，毋是爱讲啊，迄个嫌犯是偌悬啊，大口也是较瘦啊，查甫啊，对无？今仔日你就是导览小姐。对了，这是正经的。嘿，是。你莫因为人水就安尼哦。无咯，是啊，就是安尼啊。为什么？是安那？这啥甲你讲的？就是爱伫生活中直直问为什么才会知影。哦，所以你问迄个店员的。嘿，是。哦，啊，你哪会知影？我看电视有看新闻。哦，新闻讲的。应该新闻甲咱拢无。甲咱无，我捌看过迄出，你看对出的咩？才有新闻咧讲迄啊。对啊。嘿，安尼我搁问你，
哦，这跟我有关系，阮兜伫迄站的，啥那万丰叫万丰，你个知啊？我个知啊，有一个唱快歌手叫万芳，伊住伫遐。这哪个对吼？你不是车我吞的，我甲你讲，这哪个对？这今仔日都有咧主持，后日你嘛有咧主持，我来坐遐。以前的遐有两个煤矿，一个叫做万隆煤矿，一个叫做芳川煤矿，两个名拢取一个字，也叫做万芳。啊，是讲咱今仔日咱主题是家人嘛？是。啊，家人讲有甲家人有关系的冷知识有无？咱家人有一个城隍爷。城隍爷，城隍爷，但是咱家人的城隍爷，甲别个所在无讲，有一个所在无共款。又看麦。真人杀。无共款，无。哈哈哈！我甲你讲，因为城隍爷就是爱顾城墙的，但因过咱家人伫咧发展的时阵是为海面而来，所以咱城隍爷就是看海，毋是看内底。无唔对。加代，这新名我本科的哦。你的专业。这新名若讲唔对，我就好晦气啊。啊，你家人庙口拜的是啥物主神？开江县王。哦，他。你甲看，你甲看。谢谢哇，开江。我前面上你啊，你就知影足济物件啊。看这啊啦。所以咱今仔食的拢食香辣这。好啊，老师你准备好啊？我准备好啊。就这故事好背后大家来分享，对吧？来，欢迎欧老师。我是家人的蚵仔，今仔日咧，我要介绍家人的好食的物件。我想应该大家拢有去过庙口食迄个好料，但是你敢有想过，家人遮的好食的物件是为倒位来的吗？我在听比蛇。我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鼎味蛇。哦。鼎味蛇大家应该拢有食过，敢有食过？我有食过。但是你知影鼎味蛇是为倒位来的吗？这我真正知影。鼎味蛇是福州人的福州传统美食来的。但是为什么福州跟家人有关系呢？请问老师为什么？就是我今日在讲的，我真足惊，你叫讲煞咯。鼎味蛇为什么叫做鼎味蛇呢？就是因为迄个鼎味蛇呢，就是甲迄个米浆呢抹伫鼎边啊，甲伊缩落去，所以叫做鼎味蛇。就是亲像鸦片安尼。迄个米浆锁伫鼎的边啊，迄个动作叫做蛇鼎边蛇。蛇。嘿，你讲无唔对，迄是福州料理。但是为什么是福州料理呢？这甲家人是一个讲真有关系。因为咧，咱家人你都要讲到是开漳圣王嘛，庙口的庙，所以咱家人拢大部分拢是漳州人。但是你敢有想过，敢有敢若无漳州料理，也是泉州料理？对哦，敢若无嘛？嘿，敢有听过一句话叫做“福州过台湾，先派3起刀，菜刀、夹刀、甲剃头刀”。迄毋顺哥讲的嘛？福州白，伊嘛是家人，伊嘛是家人人。哦，对，伊嘛家人。无怪伊讲福州的代志，所以有福州白，福州白啊，福州白，还有福州白嘛。这是因为咧，因为咱的祖先若是福建来的人，也是漳州甲泉州的人咧，因以前的拢是掠鱼仔的人，无讲介对料理遐哩讲究。但是福州人呢，伊较晚来，较暗来。因福州的是福建较大的城市，所以伊做的工课较无共款。所以菜刀就是讲因少熬煮食的。所以因为家人是港嘛，所以福州人就为福建来到台湾，就开遮食的物件，所以家人有足侪福州料理。所以要介绍这个嘛是福州料理，又看卖这是啥物物件，啥物好料？好，鸡胘。唔是。鸡胘它有淡淡的排骨酥。排骨酥。迄是丰原的排骨酥。这唔是家人，这是家人的。啥物鸡？马鸡。是鸡苗唔对，但是是啥物的鸡？啥物的鸡？鸡？头。家人无头鱼，这是麻鱼。
麻鱼，红小麻，红小麻，这是红小麻。红色的。对啊。若是去家人的，你会看到，迄个店内底的看板拢写着红烧鳗、红烧，但是其实这是红糟麻。其实的福州料理的真就爱用红糟去入菜去煮，所以咱这红糟麻就是红糟去做的，嘛是一款福州料理。若是你去家人啊，你会看到咱的肉丸啊，内底的肉嘛是红色的，迄嘛是红糟肉。这就是福州料理的家人。会带去试看卖。刷落来，我要第二个要介绍的这个，大家又看卖这是啥物？我袂记你炒米，不是，咖喱面。对吧？有咖喱吗？有咖喱。这有咖，这炒面哪有咖喱？有啊，这黄色的，黄色。够掺一项。沙爹哦。沙爹。嘿，就是沙爹。这个是咖喱沙爹炒面。咖喱甲沙爹哪有可能放做伙？这就是咱家人甲别个所在无共款。你感觉足奇怪，这沙爹甲咖喱都是重口味的物件，哪会这么做伙咧？这是因为咧，咱家人是讲嘛。以前咧有足侪码头的工人，足忝的工课的，然后足侪干，所以咖喱加沙爹他做伙会当真紧就补充电解质，会当促进伊的食欲啦。而且咧，这个咖喱沙茶呢，我感觉有有一个足浪漫的故事。你知影咖喱是倒位来的吗？咖喱印度来的嘛。以前咧，英国有统治印度，所以英国就甲迄个咖喱的早转去英国，后来日本甲英国去学迄个海军的技术以后嘛学这个咖喱，所以日本时代的迄个咖喱就为日本教家人来，所以咱家人就会食这个咖喱，是安尼。地球走一个嘿，是，印度走去英国，英国走去日本才传来台湾呢。这个沙爹咧是以前咧福建的人去东南亚去发展。因就发现讲有沙爹，这口味袂歹，就后来就带来家人。但是你拄要讲浪漫的故事，浪漫咧对哈。因为这浪漫了。你想，咖喱洗世界一链。亲像牛郎甲织女亲像牛郎甲织女合作伙，就浪漫的，就速配。所以讲你若是有你心爱的人，你会当带伊去食咖喱炒面，讲这个故事，伊就会讲哇，你足捌足济，你实在是足浪漫。你就是我的沙爹，我要做你的咖喱。咱一定爱做伙。袂使吗？会使。哎，你先拍啥？我较定一个啦。刷落来，最后一样就是咱的大小麦。小麦，迄写唔对字吧？唔是写唔对字，若是家人，每一间都是写这个字。大家拢写唔对。嘛是有可，其实嘛是有可能。有啊，古早人无读册啊，你装下来，敢若一个人写字啊，你就学一下就对了。敢若一个人写字，所以买唔对就做伙唔对啊。其实是安尼啦，因为咱会较大粒，食起来较豪迈，会写到大烧麦。我感觉可能是这个原因啦。但是为虾米遮大呢？这有偌大了？这安尼看袂出来啊？差不多我的拳头遮尔大。遐大？嘿。水煎包同款。差不多是安尼。拄仔有讲到迄个码头工人，伊休困的时阵就短，所以伊要真紧食粒去转去上班，所以咱的小麦就足大粒，一食2粒就饱。而且咧，咱的小麦会当打食甲汤食。若是你食打的，就是在问咱这个家人的甜辣酱，伊叫做马路酱。马路酱。丸啊，马路酱，伊是足特别的辣椒酱，甜辣酱，买到酱汤的。这是因为咧，咱家人足寒的嘛。若是你是码头工人，你食2粒了后，你啉一个烧汤，你就身躯暖起来、烧起来啊，嘿，就袂讲介冷啊，是安尼。这是咱的大小麦。
讲到即马，我想大家应该拢枵啊吧？加油！其实阮今仔日有准备好料要互大家食，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个客气的对啊。嘿，要客气。这要食这啊？无这甲爱食的物件有关系。第一题目是怪兽级的美味，甲这个怪物有淡薄仔关系。我知道呢，我知道。我记得是为海来的啊。这个物件嘛，甲海有关。哦。所以咱即摆又有才食有。而且你看这个怪物的皮呢，聊聊。哦，聊。咱们有的这物件的皮嘛，聊的。你又是又看麦。豆皮寿司。豆皮是因为这。哎，你讲甲伊相像嘛，就豆皮寿司啊。婉晶。我都想到头拄迄大小麦麦，嘛是摇摇啊。好，所以你有啥物？大小麦。哦，要食迄。啊，你呢？应该是哥吉拉音标兄。音标兄。冇事啦。OK， 到底要食啥物咧？头一项的美食是。吉古拉，吉古拉，哥吉拉音标兄吉古拉，对无？吉古拉是啥？这是蛋卷啊？不是电链哦，嘿，是竹轮，因为竹轮的领域叫做吉古拉。哦，因为拄有讲到咱家人是港嘛，啊家人又是靠我日本的港口，所以有足侪物件，足侪食的物件，拢为迄当阵。到家人来，所以咱这吉古拉嘛是迄当阵到家人来的，嘿，迄吉古拉已经100年啊，差不多。有遐久哦。但是咱这吉古拉有啥物无特别所在咧？伊要安怎做呢？伊就是甲迄个鱼肉拍做鱼浆，抹伫迄个铁管面顶，摕去烘。伊是用烘的，伊是用烘的。我应该是用沙的吧？所以迄个。火锅料内底迄个竹轮袂芳，因为毋是用烘的，但是咱家人的，这就是家人的，用烘的就会芳。你会使食，谢谢。全部拢互你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到一捆食10条，歹势啊！伊若是烘料啊，会有一个跟它鳕鱼相似的香味。哎，对，鳕鱼相似，哦，原来是鳕鱼相似的味哦。哦，歹势啊！哎，就歹势啊！所以无要摕你种，啊，你若无要对，恁只是共对的呢。啊，共对对。我是去食小嘴，说袂记。对啦。我唔是杜兰先生，对不对？我知你搞当主持人哦。我去。哦，做香嘞，这嘛是叫竹轮。咱讲吉古啊，嘿，吉古啊。你食起来感觉啥款？真正我无食过遮香的，因为我食拢是迄煮火锅的料，QQ。我讲用炭火烧的吼，伊个香气较会出来，迄鱼浆的香气会走出来。因为咱来用煮的话，迄就拢安尼软糊糊安尼，但係等到用烘的较有滋味。而且冷去伊个香味，佫更加较明显。有18安尼，最好。而且咱食这个吉古拉，买当煮汤，就亲像迄个高汤块共款啦。咱家己做高汤块去煮汤，去煮火锅。做高汤块。嘿，伊个有迄个鱼的鲜味啦，伫内底。动作高汤块。嘿，动作高汤块。通常咱来食这拢配啥物？你是爱配秘鲁是吗？干啉者，都会使，地味真好，最好食。后一项美食。这个美食的题目是挑起战会的美食。这我知。台湾的美食吼，会当行要战争的吼，无几项。肉丸。肉丸，你用钱的用吹。肉粽啦，肉丸啦，肉丸甲肉。等下看遮，甲这有关系。铁卵哦，铁卵。鸭架。鸭架淡水呢？哈？铁卵就是鸭架啊。淡水哦。系啊。食一粒。铁卵。哪食哪有？所以这项物件是甲铁卵有关系。挑起战火。甲铁卵的所在有关系。甲铁卵的所在有关系。甲淡水有关系。淡薄关系。因为真济人，因为真济人，你有搁知？我知，你拄则讲的。
你拄则讲的，我大讲啥？阿给啊，阿给，你讲阿给啊，是吗？什么？豆干包，到底是不是豆干包？看这。对，我厉害呢！这你唔知对不？这我唔知。嘿，因为足侪人呢就问我，你感觉淡水阿给甲恁家人的豆干包倒一个较好食？哦，震惊。所以咱拄着安尼，你会生气无？咱拄着头前一直咧阿给。不录了。就袂送呢。司机吧。今仔日爱甲正名一个。所以咱呢就叫做豆干包。包的物件嘛无共款啊。你会记无？阿给包啥物？米粉，是米粉吗？是米粉吗？一塔蛋羹诶。是米粉吗？唔是吗？啥米粉？啥米粉？是糖粉，内底是糖粉。是糖粉。嘿，不那个阿给是包糖粉。这豆干包伊内底包的是。包的是啥物？肉。是猪的加肉。加肉。搁有一项。笋干。唔是。唔是。鱼浆。嘿，就是鱼浆，咱家人上爱食鱼浆，所以咱烧麦内底嘛有鱼浆，甜不辣嘛是鱼浆，一寡嘛是鱼浆，豆干包嘛爱有鱼浆，所以嘿，所以阿家迄个敢若鱼淡薄一撮鱼浆家己放起来，咱无爱。啊，你感觉阿家较好食，豆干包较好食？豆干包。知影真准啊！当食。你当提出来。你嘛教问。所以哦，因为伊即句话，咱来上菜好无？来食豆干包。来哦。阿家是较是日本的料理啦，但是咱豆干包的是嘛是福建来的，所以有淡薄仔无共款。是。迄个这个酱的就是我拄仔讲的迄个马路酱。马路。我这咸椒的芳开。真香呢！阮一般含椒酱拢是红色的，较济啊，恁这是甘仔色的。这是甜辣酱。甜辣酱。嘿，会当又看卖为虾米是这色的？米索。米索。对，无唔对，就是米索。有厉害。这唔是一般的甜辣酱，对不？蓝米索。我想到啦，因为较早家人讲你讲码头工人拢伫遐做事无。所以其实豆干包伫个港边有足侪摊，因为早起我若赶工有无？赶紧的上啊豆干包烧汤，2粒就饱。好嘞啊，好来做事啦。甲拄啊，我讲的迄个小麦差不多大，无大小啦。真正不哩啊大粒呢。系啊。而且你看伊这豆干有无？爱甲切一半，这个口啊，遮伊用鱼浆甲封起来。对。内底看要包啥物，咱甲食落就知影内底包啥。看卖，有肉，这肉角，这瓜壳，因为包糖粉的，伊是包肉。真正甲阿家是无共款的物件。豆干包是豆干包，阿家是阿家。是，但是啥物你感觉较好食？拢就好食。拢就好食，对啦，安尼讲啦。我这熟着啦。但是家人的豆干包，我知影一个足温暖的故事。有一担豆干包，阮去食迄担，迄唔老有这个用煎的臭豆腐啊。迄头家发心哦，伊家己做生日迄天，今仔日收入全部捐出去。安尼。哇！所以我迄个去食豆干包的时候，伊讲，若生日迄天你去食有无？伊所赚的全部拢捐出去啊！对，所以个豆干包原来有感动人的故事。好食，好食，这好食。一块买参看卖，一骨啦，问看卖。一块咱问这？嘿，你问看卖。我问这个酱就对了。这酱就是因为是米索，所以就加迄个海产足大的。咱这酱啊，会当温迄个甜不辣，会当温一骨啦，嘛会当掺去个大米内底。拢好食啦，拢好食。气味无哪共，无共气味啦。我嘛要一骨啦这个。所以讲今仔日咱介绍咱家人的好料的差不多就到遮，希望恁以后若是有闲的，会来咱家人食这美食。多谢。够赞的，够赞的。请你也知影，你若一般你甲家人的时阵啊，你踮遐路咧行，咧顶啊骹你会发现哦，迄位细汉的，甲
甲中年的啊，甚至较时大的，因拢足爱啉咖啡的。afternoon tea、high tea 哦。嘿，足爱啉咖啡的哦。为啥？这是不是甲咱迄时阵家人讲的发展嘛有关系？无毋对，因为以前的日本时代的时阵呢，因为家人哇日本上经嘛，所以就带来足侪新的代志，亲像啉咖啡嘛是。所以你若是去家人啊，咱家人的咖啡厅、咖啡店，差不多甲便利商店共款，足侪间的。而且早起时嘛是有咖啡店要营业。内底拢是阿公阿嬷，那是暗时去的，内底可能是迄个卖鱼仔的人，而且每一间的咖啡啉起来气味都无共款。但是呢，今仔日讲到咖啡呢，差不多大家可能想要啉一个下午茶。是。真的足想要啉的，而且啉的，伊讲每一间的气味拢无共。我突然间想到委托行边啊，委托行边啊有一间，伊迄南杏林的。杏林咖啡，杏林咩？杏仁啊！嘿，好，连一摆就调咧。嘿哈，我哈咧。你感觉是家人的代言人呢？我是足爱去的，真正足爱去的。你啥爱去无？较早我去拢去庙口，但是因为我自从看了海导咱先生以后，我去较家人看到的风景拢无共。所以这间你之前就看过啊？这间无啦。有这个导咱先生他一带来故事拢无共。是。啊，拄啊讲到afternoon tea 是不是？是下晡茶，咱有家人 style 的下晡茶。嘿，大家拢食下晡茶拢食迄鸡卵糕啦。但是今仔日咧，咱要介绍一个足特别的物件。你的好朋友有咋来？对吧？嘿，就是营养的三多一级。咱来欢迎三多一级大王科大。紧回去，大家好，高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好子你好。你敢卖伫咧庙口咧卖吧？无，你大部分啦。大部分啊？哦。科大哥是议员。哦，议员。无啦。你今仔日穿安尼啊？有钱的哦，你讲紧起来个议员，我是讲斜杠呢。对，大部分三多一级大王。你刚才看的这个赛就知影大王啊！你捌看过这么大条的山多一级，这大条你看，你大牌你个哇！唔惊你食啦，哇！较甜嘞，哦！这安尼是一份哦，安尼一份。哎呦，早知拄则就莫食啊济啊！啊，咱会使开始钱啊袂？会使。有请议员啊，有请议员。我做这个。哦，你一捆煮6条哦？你平常是怎样煮？就安尼煮啊。哦。安尼算较有效率啊，做这个拢甲填满。啊，爱排队无？爱。爱哦，拢排啊。我加第一个，第二个。我开。为啊。平常是拢排到几号？上侪上侪咧。歹讲。惊国税局的来查嘛，无方便讲，莫咁问啦，你咁问这啦，爱排队就好啦，爱排队啦。啊，这一条安那卖啊？啊，国税局，莫咁问，这条20名啦，真俗啦。但是我就好奇呢，为什么营养三明治变成家人的特色的美食啊？为什么？你测为什么？你测为什么？伊生甲足成一句啦，生甲足成啦，所以要食这。你著有影才好讲哦。我听你爆红车。靠婚，爱好好讲话呢。其实是安尼啦，因为咧，甲家人是一个港口嘛有关系。因为以前咧，迄个越战甲韩战的时阵咧，迄当阵咧美军有伫台湾嘛。因为美国人介意食迄个三多一级，而且迄当时有美元嘛，毋是就爱政府就鼓励大家拢爱食米粉。哦，迄时美国互咱足侪米粉的对。嘿，政府就讲食米粉比食米较营养，所以米粉做的三多一级叫做营养三多一级。是甲美军有关系咯。啊，而且甲政府有关系，政府讲食米粉比米较营养，所以才变营养三多营养。浩子哥，你今仔日规
集吼，上惊讶就是这个时阵。我早起那伊叫营养的3多1剂啊，对啊，系啊，别个所在无营养吗？无，迄是米粉政府政策。这是一个时代故事呢。你以后的卡本啊，别的节目的卡本都会在写。我当你的节目偷卡本。是啦，咱拢知啦。系啊，我连讲我买去找阿丁啊。系啊，你嘛，那有讲有定嘛？一定要下特别感谢嗨嗨。我大概都有哦，我都有下，我都有下。所以，得来成绩啊，是。打桶边哦。哇，金，安尼好来哦。哦，金光棒呢，你看，我大家看一下这个色水，摕一条大家看咧。哦，你看，水甲，现加啦。哇，切，这一条才有25。今麦40啊？我有25公分。更多。你讲食一个变长哦，这25安尼愈食愈大，我食到变60公分。这是台湾的发动，热狗呢？会安尼愈食愈大。啊，问题是3多1剂拢三角形的啊，为什么咱这不是三角形的？你搁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啊？3多1剂就是安尼啊。哼。为什么是圆圆的？哎呦 ，Mr. White， 伊这是因为咧，哎呦，D B 哥咧，我知，这是加分咧，加分哦来。D B 哥呢，那是叶有肉做的，迄个就是叫做 hamburger， 蛤蟆胖，蛤蟆嘿，但是其他的拢是3多1剂。哦，统称的意思。嘿，哇，哦，一条3多1剂内底这么多地形。麻油内子加了后，这是卤卵。对。mayonnaise。我家己人讲白醋。啊，白醋对。这个有凉面也有啊。对，食凉面。青菜嘛会当加。美乃滋。啊，你头尾拢爱摕一块呢吼。嘿。一块卤卵。还有头有尾对啦。对。嘿啦。有头有尾，趁钱全家伙。哦。啊，但中搁要放什么物件？哈姆啊，还有番茄叫什么？干妈饼。啊，中迄青青。黄龟。你就较真正要讲咧。真正的啦。黄龟吗？黄龟啊。是安尼吗？我知。什么？哎呦！哦。这。叫龟安妮。龟安妮，哎呦，龟安妮啊！龟安妮啊，龟拢会使。你的眼神充满着杀气，充满着爱意，对。加分啦！龟安妮，哇！我学了3季的台语，终于用掉。谢谢啦。对啦。有啦，安尼今仔日这食了有价值啦。有价值。真正有营养的。营养啦。你骹手足紧的。是啊。伊袂使讲话，袂使一心二用。系啊。一群爱做6条嘞啊。有啊。但你敢有想过，伊安尼拢现做，咱明明就拄剪好，啊手拢袂烧啊。哦。那是。惯势啊。惯势啊。你敢捌碰拍过？加减。伊真这袂碰拍，但是伊拢算钱算甲手碰拍。国税局的啊！无啦，无代志啦，嘿啦。而且这个营养的3多1剂的嘛是混血儿，因为迄个3多1剂的迄胖是日本来的嘛，但是是美国来的歹势，但是mayonnaise是日本传来的。mayonnaise是日本的传来一当阵，所以伊嘛是一个混血，因为甲卤卵是台湾的嘛。哎呦，套着美国、甲日本、甲台湾。其实家人足侪物件拢是几个国家所行过，迄个卡只留伫遮，啊变做食物件伫内底。拢咧食历史故事。外景人哦。外景人哦。而且伊迄皮偏起来有迄个多纳兹的味，对啊。这种胖的做法是毋是就是外国的多纳兹？类似。其实无加起来类似，但是做起来无啥共。安尼好啊，嘿哦。嘿，安尼好啊。安尼是阮家己摕还是安那？爱先拿钱无？安尼阮就无客气啊。谢谢。我想讲，靠上
习惯啊，人钱也袂肥袂掉啦。对，来，你用做伙啦，讲一条啦，咱用这营养的三刀一起干杯一下。平常时排队排甲，来咱就拢免排。哦，我都好食，我很甜啊，哎呦，你这皮到尾啊，有一个甜度走出来哦。哎，这用心的你，会当我带无？啊，就无我变咱我等啦，你甲鱼丸炸转去啦，嘿啊，哇，最好食诶，够好食，够好食，咱的加分茶有加到无？加讲诶，爆表了啦！你这面糊搁特别搁炒过的无？对，有嘛？有。啊，什么饼？够岁就跟话卖。哦，卖讲问题啦，哎呀，卖搁讲问啊啦。你就讲问呢？哎，感觉啥款？你嘛讲一下。你先讲我先食。我真正都爱食，我爱食刚好，我就想讲这个型啊，做像迄7-11的迄盒豆，迄面包，我特别去买迄面包，回去家己煎，煎到拢油吸油。无共，这今日我知无共，头在煎我拢无伫听你讲啥，我直直看人安怎做爱食，个个安尼啦，做这种代志，做戆的无？无，我想讲面包啊，长安尼甲煎过啊，搁较物件安尼都有这个味。无共款，完全无共。你交了油会钻出来，你是咧？你咧甘油的，哪有安尼？我感因兜的做卡足危险的，国强看型共款就甲煎落啊。哎，啊，毋过我感觉这吼。一开始的料准迄足油的，因为规地拢煎的嘛。啊，问题内底鸡仔面甲卡马豆，其实伫中和起来了，哎，足清爽的。爽的足好食。无你一开始惊伤油，其实袂咧。胖哥安尼，内底食个 QQ， 走出来，那个 Q。嘿啊，我毋捌看过鱼丸安尼才到做这个。好食鱼丸。你去用鱼丸耽误掉安尼吼。我甲你讲，安尼咱嘛是爱投票啦。你莫讲好食，你就要投予伊啦。那真正有想要去耍的哦，咱就甲三刀一起夹起来斗宣传。咱若不爱，啊就算，好不好？到底你感觉今仔日伊导览的内容你有介意无？1、2、3，水啦！水啦，好食好整啦！哇，真的啦，好食个好整啊！虽然哦，今仔日伊讲的美食的你全部拢食过，嘿，但是你今仔日还是有学到什么东西？我就足侪物件伫咧内底。什么？什么哦？嘿，我搞敷衍呢？迄个烧麦啦，烧麦，对，红糟麦，红糟馍，毋是红烧。红糟馍，我拢叫红烧馍啦。这个毋是用红烧，红烧是另外一个做法，但是迄真正音是红糟。啊，你嘛知影为什么营养三明是安尼叫营养的，哎呀，投票投的真好啦，咱来去家人佚佗啦，做来佚佗，好味啦，